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就在咱即马现主时录影的时阵，下晡4点外，即马即个进行一项件，在宪法的法庭的辩论。这个辩论就是杀人应该是死刑吗？是有合着宪法吗？杀人假死，敢是当然的道理？一命换一命，敢唔讲爱怀疑？树立道生，有当时嘛是爱看运气。阎罗王面前的公平是安怎来处理呢？今仔日咱好好来讨论。那么首先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廖福特。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副教授王碧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传大学王碧琪。第三位，咱的律师陈义秀。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律师。那么第四位，真理大学法律学系教授吴金卿。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全台湾有37名的死刑犯，主张因为死刑是剥夺着人性的尊严，侵害着生命权，而且违反着比例原则，声请着释宪。宪法法庭召开着言辞辩论，那么法务部来表示，国内的审判真严格严谨，那么主张合宪。那么，过相请的方面呢，因也认为任何人拢无杀死别人的权利，主张爱用替代方案取代死刑。是还是要为死囚请命吗？这时候准备怎么样应战吗？法务部官员90位律师大阵出现，因为全台湾37个死刑犯申请释宪，主张死刑剥夺人性的尊严，侵害生命权，违反比例原则。双方伫宪法法庭直接对峙，大法官有3个人回避审理，包含尤碧祥、蔡景敦、蔡彩晶，由12个大法官决定死刑释宪结果。如果刑法是以受罚者的行为连结，正是这种自我行为的刑法责任承担，显示出国家基于保障人性尊严，给予个人自主性以及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尊重。法律不许被害人报复，宪法也不该容许政府以应报之名行报复之实。请不要将死刑冒充被害人的赔偿。关键一大争议点，死刑做法定刑，敢有违反宪法？申请方是主张死刑的合作效果无法度确认，残酷应付才是真正目的。不过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无高权会当杀死别人。法务部表示，宪政特殊轻刑死刑制度，生命权保障并不是绝对。搁再讲，咱国的审判真严，搁有特别程序来保障。今天申请人方可能会说，不要用死刑，可以用终身监禁的方式来替代死刑。那终身监禁这件事情，下次会不会变成又申请违宪，说这个是酷刑，说这个是比死刑更不合人道的残虐的刑罚？多年来，所谓的多数反对废死是过于简单的说法，因为这种民调都是在问一个不存在的假问题：人民接受无条件的废死吗？但是我们今天在宪法上问的是，是否存在替代死刑的措施？死刑是不是构成酷刑？申请方持肯定立场，认为应该找出替代死刑措施，总结以步制步。法务部是主张当面以议事共识，有合理适合的替代方案，才当检讨死刑的准费。双方一句来一句去，大法官嘛提出问题。大法官呢，曾经很明白的跟民意不同而做出同性婚的解释。通奸除罪的解释，为什么法务部在死刑这个案例上一直诉诸民意，希望宪法法庭要让步。那对法务部提问，大法官嘛向申请方问问题，亲像电子的一案随机杀人案，在罪证确认无误判的情况下，敢认为死刑无危险？双方在法庭论战几天，对死刑的准费激烈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咱节目哦，要一开始我要首先甲观众朋友哦来声明，咱要来用1点钟的时间来讨论，其实是无够的。哦，这头一个，第二个是安怎要来讨论这个议题？有人感觉讲
啊，这不是真简单，杀人假死啊！但是我认为，甲是阮的这个制作团队也认为吼，讨论这个议题本身就是一个文明社会象征。吼，不管是最后答案是赞成还是反对，还是合偏，哦，还是安怎，吼，拢是大家爱经过这个思考，你才来做出你的答案。这第二个，第三个，我先来读，即摆目前这个申请，哦，要来做实现无合偏的这个37个死刑犯，我读到因的这个事由，吼，啊，互恁家己来感受讲，这我是要，我有赞成啊，无赞成。首先，咱来看吼，这个年岁上大的王信福，72岁，伊1990年被检方指控讲犯了连续杀人，而且无到案。2006年去返来台湾被逮捕，2011年死刑定谳。本案上久无经过对质。这个讯问质问啊，互相来质问啊，关键证人也是遭受到刑求，终身判刑释放，无不实反映等等的疑点，所以呢，一直前呢，即嘛72岁，这上老的，这个上久的区合顺、区和顺啊，这大家应该是有两案，一个陆籍，一个是分析女保险员。1988年到即嘛，2011年啊，死刑定谳，这是上久的，被认为是冤案，另外，陈一良甲黄春琪，1995年10指，这个黄春秋绑架，因两个人2000年就死刑定谳，当案被告戚自强无罪确定。这两个踮咩呀？另外一个林依如，37名当中唯一的女性，伊迄阵是27岁，啥物代志呢？为了要诈领保险金，害死家己的老母，偷死家己的大吉，甲翁婿。2013年死刑定谳。有人听到这歹心刑，应该互死。有人用这是真直观的方式。我首先要请问廖老师，咱要安怎思考这件代志？对，莫讲贴合的定处啦，就是讲是毋是爱安尼遮直观？这法律有的人有的言辞讲甲弯弯翘翘啦，讲啊应报啦安怎？咱要安怎来先定这个思考？拄啊，主持人讲到几个案件啦吼，即个案件吼，伊有当一部有可能是冤案，就是讲这有冤屈的啦吼。就讲咱即摆来讲，这死刑是毋是危险？伊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讲，因为你死刑执行以后，人的性命都无啊，伊无法度冤的。当然你会使讲迄落，其他你若讲有期徒刑，你关喺监狱内底，你的时间嘛袂转来，毋过人搁伫咧啊，所以讲。对这个角度来看，咱应该要足慎重的啦。这是我感觉其实大家爱注意的一个所在啦。第二，我讲一般人拢足想个简单去讲杀人者死。我感觉这句话我咱本身就敢若变出个老帮的唔对啦。我几多前年啦，变做讲大家在观念内底拢一直感觉讲杀人的你一定要甲处死，这是符合咱所去想的迄个正义啦。我其实照咱即摆现在法律来讲。你去杀人的嘛，无一定是一定判死刑，虽然有可能判死刑，毋过无一定判死刑吼。所以我感觉讲，这应该是爱大家去注意讲这性命的吼。拄啊，这申请迄落来实现的迄落律师嘛有讲过，就是讲，咱即摆你国家甲咱讲，咱袂使去杀人，吼。你所以讲你来杀人，我要甲你处罚。各位，咱要另外一个矛盾，为什么咱国家另外用死刑来去杀人？所以我感觉对这几个简单的观点来看，咱应该较慎重去思考啦。这个死刑咱敢真正有需要？老师，我另外问一个，伊个大法官就讲啊，恁嘛拜托恁法务部，恁若咧叫做同志的婚姻啦、同性恋的婚姻，恁就讲无诉诸就民意，恁这就要诉诸民意，恁这是安怎？我感觉拄好有做嘛，就是讲法官有问两件。第一件是讲咱同志的婚姻，第二件是通奸，
吼，这一般来讲，可能在大法官做解说，讲违宪迄个时阵，可能是超过半数的民间咱民众的意愿，是讲通奸无应该治罪，哦，同志的婚姻嘛无应该合法化。问题讲迄个时阵，大法官嘛是到宪法法庭，嘛是讲这安尼违宪，袂使安尼迄落。因为这民主的理论啦，就是讲咱有可能较侪人，伊可能通过一个法律。毋过，伊可能无去想到讲少数的人会权利的问题，所以咱来设计这个制度，不管叫大法官还是讲宪法法庭来去决定讲，你这某一个法律有可能是违反的宪法，所以讲伊袂使搁继续。吼，所以讲目前个制度的迄落的思考，就是惊讲咱大家啥物代志拢用迄落多数来决定，毋过伊会去伤害到少数人的权利。这是一个平衡的迄个制度的设定啦，是，所以讲毋得讲啦，咱个宪法的法庭来思考、来审查，讲今年这个案件，讲死刑是毋讲有违宪的状况。是，咱的一破题哦，讲甲真济吼，一个是宪法的赞助，而且吼，佫有这个制度性的思考，有的是讲我简单我人对人之间的这个问题，我刷来要请教着咱王老师。是，老师，你认为讲，咱咧思考这件代志时阵，对倒几个层面，还是讲无喏？迄制度面的思考，毋是咱爱思考的物件。咱就爱想讲，因为制度就是人甲人累积起来，即马民意的现主席就是安尼，所以咱就应该爱赞成死刑。我的看法是安尼吼，因为其实李老师嘛拄仔毋咧讲，咱这个宪法是上尾的手段性，所以讲你若讲真正要判伊死刑的时阵，这已经是足济的考虑拢考虑过啊。我想讲，我要扭较长咧，因为一开始咱为警察开始在做犯罪侦查的时阵，吼，甲检察官起诉，法官在判决，了，现在法官会安尼判决，是毋是已经头前来？我讲这个刑事司法的体系，一关过啊，过了后，你看第一关可能有安尼问题，第二关检察官起诉，第三关法官来判落啊，因为伊就就这物件来判，现在伊会判较死刑，因为这。死刑是相对的嘛，毋是讲大家拄仔廖老师嘛咧讲，毋是大家人拢是一定是判死刑嘛，同款的物件，但是现在会判到死刑，一定是伊经过足济思考的结果是安尼。所以我的看法是讲，即马这个制度，还是即马这个物件，拢有死刑的存在。尾嘛经过这几6关啦，了后伊确定判决了后，所以讲这个人若讲真正判决死刑，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爱去执行。我的看法是安尼。另外我要讲一点，因为37个这个死囚内底，是毋是逐个人拢想要视线来想要换？无的确，这内底我嘛知影讲有一寡人是毋是关足久啊？拜托者叫我拜托了关遮久，我无想要搁关伫遮，你拜托者，你甲我拜托，你甲我执行，安尼嘛是有安尼人啊。所以讲这两面拢爱来思考，但是我是感觉讲，即马这个制度来讲，应该是上尾手段性已经处理到安尼啊，应该是安尼做。我是赞成讲。若讲真正已经安尼决定啊，就该做就爱做。是，那律师，即马吼现主是咱法律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实务面吼，实务面，到底要判一个人死刑是足简单的足困难，还是讲像头王老师所讲哦，无喏，这内面哦，刻来咧，拢心脏啊，拢真认真啊，所以无义务啦，该判就判死安尼。这吼。即马伫事面来讲吼，要判一个人死刑，无遐尼简单，毋是亲像讲迄阵迄个邱和顺迄阵吼，因迄阵的判刑足紧，好为着讲可能有一个刑求一个可能安尼，毋过伫即马法律上对检警的侦查过程当中是足要求的，对于证据的合法性嘛是足要求的。在这证据的要求嘛，禁止你不当的来取得这个证据。在这个佫有伫这个要求了，阮即马譬如说拄着迄个军审法。好，马徐讲非战时的时阵，不是战争的时阵，回归到一般的司法的审判。所以讲，各有1审、2审、3审，
你阁会当再审，吼，阁会当非常上诉。即马要死刑的案件，阁爱经过国民法官的按那个制度，所以讲即马的审判制度已经唔甲以前无共款啦，唔是遐尼简单的讲，我一会当这杀人死刑，无遐尼简单。安尼，律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吼，你看咱这图表顶头啊，国际公约有关就死刑的相关的规范吼，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吼第6条，人人该有天赋之生存权，此种权利应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性命不得无理剥夺无理啦吼，无理剥夺啦吼，这到底什么叫做有理无理啊？这就有小麻烦啦吼。凡未废除死刑之国家，非犯情节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依本公约规定之防止轻敌残害人群罪公约不抵触之法律，不得可处死刑。死刑非依管辖法院终局判决，不得执行啦。这是头一个公约。第二个公约吼是第2项认得议定书吼，是1989年，这个较新哦吼。在本议定书吼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以死刑。每一个缔约国应该传出，这就是讲咱这两个公约吼，咱都有签约啊吼。这咱到底是有违反这公约无？还是讲你的见解是安怎？你先来看这个公约吼，伊顶悬毋是讲袂当有死刑哦，伊即马这个公约内面是讲，你袂当无理的去剥夺，无理去剥夺一个人的性命。你爱判死刑进前，你袂当草率的，吼来判死刑。所以有法头拄律师你所讲，说咱已经真心渣，无疑误啊。你爱上严重的罪，你迄个判死刑的时阵，你的法律爱是有效的法律，你的法律袂当是一个残害人群残害人群罪的这个公约。所以讲，这个判死刑的时阵，你唔是讲这个公约，唔是讲你袂当判死刑，是讲你在判死刑之前，你一定要穷尽各种调查的可能，好，来你确认了之后，在程序上。刷来吼，我要请教4位哦，同款的问题。昨仔在辩论言辞顶头吼，有一个律师伊就讲，伊讲吼，我咧面对法官的审查的时阵吼，迄嫌疑犯啊，被判死刑弄一个吼。自意性啊，arbitrary， 这个自意性啊，就是讲我就天生口才较歹，我就是吼，我的个性的问题，所以我袂一直甲你点头，一直甲你剃头，讲我唔对，拜托你甲我原谅，吼，我就不知悔过，吼，所以呢，我就袂去有这个审判长吼，去来猜出讲你要死唔知死啊吼，我就来判死刑，有这种自意性啦。较会晓讲较白吼，较会晓表演的，较会晓表达的，吼，甚至伊的生活背景，伊较敖讲话，伊就可能，伊也可能伊也是戆，安怎拄安怎，伊就在这个制度之下，伊就无法度逃走这个死刑啦。所以我先请教吴老师，你认为这个论点对啊唔对？这可能伤简化啦吼。我应该来讲啦吼，就是讲咱若讲先讨论讲吼，因为咱即摆就若讲死刑，若讲合宪啦吼，就咱认为讲伊爱继续存在，咱就是上惊的就是误判嘛，吼。好，这误判吼，其讲来吼，咱头拄仔吼，你主持人吼，小的迄3个案例吼，最后即个较近啦。头前迄2个吼，实在是伤远啊！伤迄个时代的迄个审判结果，很容易可能有比较容易进入误判。咱来想咧，不过咱即马律师头拄讲啊，讲咱即马是毋是会较好？
吼，这是一个问题。啊，我来看啦吼，这有较好啊歹吼，因为咱这爱看足侪个案吼，啊去做一寡实证研究啦吼，无法度踮遮讲啦吼。我就简单来讲，咱即摆的程序来看就好啊吼，因为他拄啊律师嘛有讲过啊，咱即摆若杀人的案件，拢是国民法官爱来参与嘛吼。好，啊即摆吼，伫个国民法官来参与的时阵吼，看开吼，迄整个程序是比即摆法官的程序有较优啦。吼，咱来讲是老实话啦，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就好啊啦吼。咱过去若咧鉴定。哦，咱咧杀人上重要就是什么 DNA 啊，伫咧过去法官咧审判的时阵吼，往往为着安怎？为着一个便利性，啊，佫考虑讲吼，我若叫伊出庭吼，尤其是医生啦，我若叫伊出庭，惊讲我后摆委托伊意外啊，你看无？吼，因为因为咱即马吼，佫涉及到足结构性的问题，讲咱鉴定费吼有一个上限啦。啊！你若委托一个医师，你叫伊鉴定都无啥爱啊！啊！你若叫伊出庭，安尼规可能一个会知啊，一个会到都无去啊。而且可能名声也歹。对啊，毋是名声歹问题，是讲两边我做一个医生的人，我互你遮糟蹋，哦，伊安尼想，伊无一定会想来。若万你讲吼，你最后判决去用骂吼，法官有可能讲我是根据你的鉴定报告，所以讲拢用咱讲机关鉴定，无咧传伊出庭的啦。吼，咱即摆来甲国民法官吼，都一定爱出庭啊！哦，因为事前这个法官拢毋捌接触到这个，都一定爱出庭。确实是有比以前较幼，确实咱来承认。吼，毋过较幼是毋是代表讲都袂有误判？这当然咱都爱思考。咱看吼，因为我感觉即摆咱国民法官还是宪法制度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吼，就是讲咱讲罪甲刑，昨吼咱就较无讨论这个问较幼这个问题啦吼，罪跟刑。咱无甲分开啦，吼，咱做个比较啦，吼，陪审制度之下，吼，你无认罪，你进入陪审，吼，陪审团伊敢若判有罪无罪，啊有罪了后，迄就无关陪审的事情，迄就是量刑的法官，迄另外佫开，所以讲这有啥物好处呢？就是讲吼，伊会佫较幼，因为伫个你两阶段，对两阶段，你伫个头前，你就尤其检察，你就袂使丢一寡吼，老实讲甲犯罪无关的证据，咱即马吼，其讲人咱甲国民法官嘛，嘛是看到讲吼，检察官吼，伫个吼，一个因无分开嘛，所以讲吼，伊吼很容易去丢什么，丢一寡咱讲的性格证据，就是讲这个被告过去捌做过什么代志，什么歹代志，伊就虚化，对，我问你诶，老实讲，伊过去做什么代志，甲伊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无关系吧？吼，不过就安尼谈嘛，安尼谈的话，就会可能会污染啥。安尼所以分做两阶段是较幼稚，但是个刑这个部分吼，你若有分开的时阵，你伫个刑的这个部分会愈幼，因为咱即马吼伫个国民法官吼，即马伊就吼无分嘛，伊干有一个量刑辩论、量刑调查嘛吼，有当时啊为着讲，因为国民法官吼，我总有基本拢3工嘛，所以讲有当律师会提出讲，好，咱即摆要量刑啊，咱先来做一个量刑前的一个社会调查，法官部分拢歪啊。哦，因为这足麻烦的啊！毋过你若做甲你若有先做这，伫咧量刑的时阵，咱就会考虑啥物？毋敢若考虑讲拥抱预防，佫有特别预防有诶无诶？吼，一般社会大众观感啦，吼。对，毋过当然大家会想讲，伊着杀人啊，安尼着安尼，而且吼头前半段咱都已经讲认为就是伊啊，为什么咱会对伊遮好？这就是一个人权的进步的问题嘛。所以讲。我老实讲，咱讲吼，咱即卖即个审判制度是比较幼。你的意思听起来是你有赞成讲，还是要维持某种程度的死刑？毋是某种程度的死刑啦，就是讲吼，咱若敢若聚焦伫个审判过程，咱即卖有较幼。毋过吼，死刑存不存在，这是讲，就算讲你做啊较幼，袂有误判，咱直接来看讲死刑是毋是一个违反人性尊严？他拄啊之前一开问的嘛，对不对？咱来想看卖讲，咱若因为吼大法官第一个提纲，第一个就是咧问这嘛，对不？咱大部分嘛是咧讨论这嘛。针对就这啦。好，就是讲，什么叫做人性尊严？我嘛是毋知影要哪讲啦，吼。咱若讲好啦，咱甲简化讲，死刑本身哦。咱毋是先看头前的审判过程是毋是有误判，是毋是咱审判？咱讲这已经做啊做好个啊。咱单纯来看，死刑本身是毋是酷刑啦？酷刑啦，吼。咱来想吼，咱搁做一个比较啦吼。台湾我感觉规世人嘛是真酷刑咧。对，你想看嘛？咱做一个比较嘛。咱讲吼，新加坡有人咱要引入什么鞭刑有无？大家拢讲认为讲，
这身体刑咧，这一定是酷刑嘛吼。啊，我问大家咧，无管吼死刑的执行是用枪，是用注射药啊，啊是像美国有诶电椅啊，甚至瓦斯室。我问你咧，这本身比鞭刑是较严重啊，无较严重？哦，这个我过来1点钟过来讲。这个我会嘛，所以我讲哦，咱这比较的问题，咱大家想看卖啊，无什么答案啦，就是大家想嘛，因为这个都议题嘛吼。啊，过来就是讲吼，咱个受到这的时阵，若讲假释啦吼，大我真正讲好啦，违宪啦。好，啊，就伊第二个问题就出来啊，啊，配套头主持人嘛咧问啊，这终身刑头拄仔毋是有影片，我有讲到这部分嘛吼。你若讲吼，你用终身刑替代啊，后摆嘛是共款，过来请谢宪公啊，对，因为我嘛是感觉这嘛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吼？因为咱即摆无期徒刑是25年，25年再加假释，啊，假释你若出来了，你搁20年，25加20，基本这时间差不多啊啦，你听无？啊，你即摆若讲袂使假释吼，啊，就会形成一个现实面你要去处理的问题。国家你爱照国家意思。第一个，第二个，你有可能甲教化无？这个咱都唔敢讲。无啊，无可能啊，因为伊无迄度去处理啊。啊，所以讲吼，你若无法度对伊教，伊嘛袂听你啊，伊就会变老大。啊，你变哪解决？哦，这是个大问题。啊，过来就是讲，这是不是实质上也是死刑？因为大家死啊。啊，所以讲这一定会有。所以老师你无答案无？无答案。啊，所以我不一个，所以讲。德国的宪法院1977年就咧处理这终身刑的问题啊。因一开始2次大战因伫宪法直接讲死刑违宪嘛，啊，所以讲就有终身刑这嘛。啊，后来人落去拍宪法院，人判赢啊。啊，伊就讲，这个宪法院的判决就等于讲，你若无假释的这种所谓的终身刑，这是违宪的，这是一种双重处罚。所以讲，即马德国伊嘛是该假释，好啊，即马你会使假释几年呢？咱25年嘛对不对？因15年啊。是，安尼吼，咱先停一下，我请廖老师吼，第一个回答讲，这到底这个面对着审查的时，这个法官这个判刑审问的时阵，这种质疑性吼，是毋是爱考量的一个问题？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有社会阶级背景啊，表达能力不同，所以在面对着这死刑，啊，伊要认罪啊，无认罪，这阵是会产生了真大的这个无共款。我是感觉讲这是每一个个案的问题啦，吼。你每一个个案咧考虑的，毋是讲这个讲咱可能犯罪嫌疑人，伊安怎讲话安怎什么咧？最主要是讲另外一个行为的严重性嘛，吼，这是无共的所在啦。吼，啊，不过我感觉讲，咱今日讨论死刑，这个制度本身有迄个违反宪法无？吼，甲这个个案每一人的表现，这个质疑性，我感觉重点是无共的，哈，对啊。这伊要讲的是讲。咱有死刑的制度，有可能会变做讲有这个质疑性无？吼，啊，甲你无多讲每一个个案去看，吼，因为这真有路的统计。为着要免除这种有质疑性的存在，所以伊就讲啊，就袂使有死刑，会这样安尼想吗？听对吧？伊是一个其中一个理由，咱这样讲是其中一个理由，对啊。啊，关于着头仔影片内面讲咱人类吼，无任何人会当有这个高权，会当剥夺另外一个人的性命。对，我感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理由的重点嘛，就是讲咱一直在思考讲，咱一直甲大家讲，你袂使去杀人，你袂应该去剥夺别人的性命。啊，毋过你即摆死刑是讲国家，我利用这个法律的制度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性命，对吧？啊，这两个看起来是小可矛盾嘛。对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基础，讲为什么国家咧思考讲迄个无这个死刑的制度吼？啊，拄啊主持人你嘛有讲到讲两个公约嘛，吼，就是讲咱公民甲政治国际公约，啊，甲伊的第二个附加议定书。啊，我来解说就讲，为什么伊会慢慢演变是安尼？就是讲1966年甲1989年，吼，是讲1966年的时阵，伊是甲限制，讲你的迄个死刑爱限制甲上严重的犯罪。即摆伊解说讲，伊要调工去杀人，吼。啊，1989年这第二个临职议定书，吼，就是讲伊变做讲，你所有的拢袂用死刑啦，吼。我感觉这大家报告中，即个国际的发展，伊的趋势，吼，为什么安尼？所以讲你甲看讲，即摆国际所有的国家来看，是真侪国家拢慢慢废除死刑，尤其是欧洲的国家，吼。
我嘛是感觉讲，咱会使思考，比如讲欧洲即摆就拢无死刑啊，拢无死刑。啊，大家思考讲，一个无死刑的社会是安怎生活的？吼，拄啊，吴老师嘛有讲嘛，尤其是德国1949年德国基本法都清清楚楚讲嘛，就写入去啊，死刑爱废除，无再有死刑。哦，所以讲伊到尾拢免去讨论嘛。哦，就这个，讲70几年德国拢无死刑嘛。哦，啊，你会使去思考，讲啊，德国这个社会70几年来伊是安怎生活的？哦，啊，甲变动听啊，变较歹吗？哦，我感觉这是一个思考的点啦。吼，啊，每一个社会拢有每一个社会，伊可能真正一个角，无简单去。老师，你认为咱社会这个角是啥物角啊？我感觉这个社会这个角，老帮的角，我感觉老帮可能有迄度啦，我本身就讲，所以讲咱这个概念讲，杀人食死，吼，啊，毋过这个想法，这几多千年前的，咱慢慢思考者，这想法敢对？所以啊，毋过咱感觉讲，就简单就讲的，就讲说啊，杀人就爱死，吼，啊，所以讲这个死刑的制度，若讲无废除掉，吼，就感觉讲这是无正义的，吼，啊，我感觉拄我讲的。咱使加想看卖啊，欧洲的国家，咱大家有真侪人有去欧洲嘛，有去欧洲，讲这个社会是欧洲的社会，所有国家拢无死刑，啊，伊要维持伊个社会，因为有另外一个重点，大家讲感觉死刑爱维持的重点是讲，惊讲咱社会会犯罪会乱，哦，会犯罪足严重的。阮今仔日其实有邀请这个犯罪被害者的家属吼，要来啊，但是。拢无来啊！对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会使思考啦。讲欧洲这寡国家，欧洲唔是讲无杀人哦，唔是讲无遐尼理想、遐尼完满，讲拢无杀人。啊，问题讲，大家若讲我会记的，挪威顶边有一个屠杀，挪威一个杀人魔，造出一个外岛一边杀死过了10个人。是，啊，大家要哪去看这个事件？啊，咱看就是嘛，挪威无因为安尼变做讲死刑就搁转来啊，并无，伊是大家想讲。咱来思考，为什么咱社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犯罪？咱要来改变咱这个社会，唔是遐尼暴力，唔是遐尼迄路，对吧？是。所以讲，这才是根本去解决这个社会愈来愈进步的重点啦。唔是讲咱足简单的，你只要有点严重犯罪，咱个抬死，啊，就甲抬死，啊，就迄个社会对变较进步啊，对吧？哦，这无遐简单，哪遐简单？咱这个社会，照理讲，咱顶边你若讲30年前，咱死刑执行的搁较济啊。应该是迄个时阵的社会会较好啊，啊，毋过大家感觉讲敢毋较好，我感觉这咱会使思考的啦。是，王老师，徛在你吼犯罪防治学系这立场啦吼，如果有一天死刑已经废除了，啊，恁的犯罪防治，敢有失去了这个上头前的这个合作吼？像迄个咱去个城隍庙内面看到迄个牌匾顶头写"你来了"，这种啊，甲你惊、甲你合作的这种作用，你认为到时阵你要安怎教学生啊，还是安怎？我毋是讲一定会发生啦，是讲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你安怎思考？其实拄仔在讲这个合作就是合组的问题啦，吼。就是讲，因为一般咱在讲，咱犯罪学内底现况嘛，可能有咱的理论，就是讲，咱在讲这个合作，还是讲一般预防，还是特别预防这个部分啦。啊，就是讲合作是讲，啊，你讲你看，你若真正安尼做，可能你的对个迄件，这变成讲你即马若讲真正废除了，可能这个物件可能以后无去嘛，好，可能这个效率可能较无，但是。我想要顺头拄啊廖老师咧讲吼，因为咧讲这个文化的问题，就是讲我咧讲这个死刑这个问题是安尼，东方甲西方可能无介共款，因为这国情不同啦吼。当然，这种会当讨论的代志。我要讲一个，1993年伫香港，是毋是迄阵啊？就甲咱接近的国家都无死刑了嘛？好，无死刑了后，但是呢，伫去年2023年发生一件代志，蔡天凤。有一个贵妇，毋是去用分析，好，分析。啊，尾啊，这个时阵是安怎？变讲其实这毋若讲是伫香港这个所在，伫规个华人的世界，网络的民怨沸腾啊嘛。哦，啊是安怎？这个物件安尼，就已经安尼啊，都处理到安尼啊，是安怎？伊就无，算讲无这个筹码，甲做安尼的处理。对，所以讲这当然会当讨论，但是实质上因香港1993年就无死刑啊嘛。所以讲，这个时阵，因嘛有咧讲一件代志，是毋是有咧考虑要甲恢复这个代志？
当初是有安尼在讨论，但是即嘛无结果嘛。所以讲，你讲即嘛有当时啊在讲这个代志，当然拄啊迄老师嘛有咧讲时代无共啊。进前咱会记讲，进前有当时啊在判军法的时阵有无？军法迄时阵在判的时阵，足侪物件拢是唯一死刑嘛。吼，就是讲，你讲以早人咧讲军人呐，犯迄落或者强奸的时阵，可能就是直接判死刑嘛，迄无啥通啊讲。迄或者唯一死刑，我当然迄个手路伤粗啦，这是我嘛赞成讲，这袂当讲用唯一来做处理，但是即马已经是相对的部分，所以讲我感觉这个死刑这个代志，应该感觉放伫遐拄啊，主持人咧问我，我感觉我的看法是讲。放伫遐，你讲是要用也无爱用，我感觉这是一个，你讲嘛，一个新主牌放伫遐嘛好啦。我个人的观察甲看法是安尼。你讲放伫遐，若讲真正要执行，真正你讲拄啊律师嘛咧讲，咱穷尽各种可能性，拢无法度甲救济啊。啊，你看，有当时你这死刑，有当时你去宣告死刑，有当时毋若一个，有当时宣告2个、3个死刑呢。你讲宣告1个，甲宣告2个、甲3个，是毋是恶性，还是讲一寡迄个无啥共款？你讲这3件拢去宣告死刑啊？敢真正这个人敢真正无法甲判？你讲，因为咱无可能用死刑去处理，所以咱毋则用国家的力量去做这个死刑的执行。我感觉这个部分今嘛现主时，甲咱其他的世界、其他国家有的国家嘛是拢有死刑的。我是感觉这个部分其实若有死刑的国家，其实伊嘛袂轻易去甲判死刑嘛。所以讲，我感觉这是我回到我他们都要讲的最后手段性，而且你讲公正公约咧讲的，伊嘛毋是无理剥夺啊，因为这已经罪证确凿啊。我足侪代志，我拢讲已经安尼处理啊，所以绝对毋是拄啊，咱这个电话咧讲的无理剥夺啊，咱是已经拢足清楚甲讲，伊是啥物情形，啥物迄落，所以。我要讲的代志就是讲，即马这个死刑这个物件，当然各有通讨论的。但是我的看法是讲，以咱犯罪防治的立场，因为这个贺主的作用，我感觉我个人我嘛是赞成爱留咧，甚至备而不用嘛好啦。是，所以我要请教律师吼，咱大家这新闻台内面来讲吼死刑袂当冒充，是对着这个被害者的补偿，吼，律师你敢有同意这句话？我是同意的。所以死刑应该爱某种程度爱废除，找什么物件来取代呢？如果徛在这个被害者或者是被害者的家属的心情来看，对被害者的家属的心情吼，什么物件拢无法度咧，会当做啥物拢无效，失去就失去啊，这个艰苦是嘛是任何的手段，你拢无办法去弥补的。所以死刑存在的目的是要向上。拄啊，刚刚王老师有讲一个预防，一般预防甲特别预防的这个目的。一般预防就是讲吓阻社会大众对这个犯罪，这个。就是想要犯罪的这个心情，特别预防是讲，这个人如果他已经无适合伫社会上生存，生存，甲大家一直做伙的时阵，伊得爱有一个永久隔绝的一个手段，这就是死刑。所以，律师你也是对，头早有两个出发点嘛，一个就是讲，伊就无法度来补偿这个被害者这个家属的心情，这个报应的这个真正因为这个受害犯罪的这个受害者的家属因是90%几拢是怎样，就好死啊，像迄个台南迄个警察啊，2个警察的家属，他会使也废除，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因为你头早律师的观念是说，无咯，这我唔是徛在这个什么冒充无冒充，我是因为伊必须爱永久来隔绝这个社会，所以爱来处理这样代志。是。但是要永久隔绝，就无一定爱甲枪杀啦，关起来一个笼那个坑的，嘛是永久隔绝啦。拄啊。吴老师有讲是讲这终身监禁的时阵，你社会为着要互这个成本伤悬，成本伤悬。但是讲台是这个价值的损失，
是毋是会更较悬呢？当然，我毋是咧调工咧讲这话，吼。但是讲，我是咧代替观众咧想讲，这个人权的价值吼，然后吼，自由先可贵啊，吼，然后生命先可贵啊，自由价更高啊，吼，这价值价更高啊，到底这个应该按怎来处决呢？吴老师？我是感觉讲吼，先来讲迄一嘛，就讲咱讲的这个死刑若要存在吼，就有一个拥抱跟贺主嘛吼，就回到你就先一开始就一命换一命的问题。我的感觉是讲吼，第一点要至少啦吼，至少我大家官吼，就是讲无讲死刑违宪，至少嘛会限缩的范围啦，肯定的。为什么你知无？因为吼，咱过去的有关死刑的大法官解说啦，吼，什么144、263、476啦吼，这三个案件。当然，距离较近的是476，算1999年啦。头前194、263，尤其是263，这是马小兵，有无？以前有一个反攻意事件。头前这两个拢是唯一死刑，这即马不存在啊。哦，所以讲无这个问题。最后这个是毒品的案件，毒品的案件就是贩卖、制造一级毒品，死刑或无期徒刑。这即马还有，哦，即马还有。这个像这吼，大法官伫1999年迄阵做这个解释的时候，就认为讲这和宪，咱来想看卖哦。这个案件头前迄个案件吼，咱来想，他都讲一命还一命嘛吼。头前迄两个解说的申请人哦吼，因有杀人无？无杀人哦，无杀人哦。一个是贩卖一级毒品，伊无杀人嘛，迄毒品啊，反正你听伊讲哦，伊持久吼，就迄个啊，毋过无嘛。第二个马小兵伊是甲人路人勒索嘛，伊是甲人办。这两个拢判死刑。第三个想哦，第三个哦，伊是贩卖毒品哦，伊无杀人哦吼。最后伊有死无？嘛是死。所以讲，老实讲，咱若单纯看讲吼，这三号的解说啦，吼，这三个解说啦，吼，讲迄一命换一命，这嘛是不成立的啊，因为这无杀人呢。OK， 哦，好，即摆延伸到即摆像咱以迄毒品为例啦，吼，迄贩卖一级毒品，即摆也阁有死刑哦，甲无期徒刑。至少我认为讲。这都一定爱改啊，这对违宪啊，不是，我是感觉都违宪啊。你若照你爱讲一命还一命，这个前提的话，伊无杀人啊，为什么会使判死刑？这嘛要检讨啊，还动。这对无？咱即摆唔敢若，即摆掳人勒赎，置人于死，就是讲头前掳人我是故意。有的人足气炸起哦，炸起应该有死。你讲这只可恶呢？无阿爸大迄个死亡迄个部分是过失，哦，因为伊若是故意就变杀人啊，哦。这部嘛有死刑嘞，所以讲哦，就是讲至少这个部分违反，至少咱来讲好，大家要一命换一命嘛，好，至少这点，咱就来处理吼。过来就是讲吼，我一直感觉讲吼，事情来要有贺主效果，有几个前提啦吼，就是讲第一个，诉追的速度要快，就是讲发生这个案件了，速甲起诉，好，审判的速度嘛要紧。最后若死刑，伊要马上执行。搁爱准，搁爱紧。对，我问你咧，讲这个老家的前提，敢有好真正的贺主效果啦？毋过我问大家咧，即摆有可能安尼无？无可能啦。所以讲，我一直不认为讲刑法吼，大家毋好想甲遮万能啦。我老实讲啦，毋敢若死刑啦，整个刑法伊的贺主功能，我是感觉足低啦。哦，所以讲，你若讲吼，死刑要存在，我若讲死刑存在，唯一的理由就是拥抱尔。伊就是拥抱，就是讲，虽然讲无法度弥补被害人的家属的迄个被伤害的那个心理，毋过至少啦，哦，伊的法感情况。王老师，你安尼讲，王老师吼，才想哇，这差不多我犯罪风地黑。过来就是讲，即摆问题就是讲，好，若讲真正，哦，真正啦，吼，死刑甲废掉，他都主持人讲终身刑尔嘛，对不对？咱来想看卖，讲终身刑看起来不可行吧？哦，以我的观点啦，法务部迄检察官嘛讲啊，讲你若真正咧替代，一定有人会来申请释宪。你即摆宪法法庭是毋是讲判刑违宪？哦，所以讲可能终身刑嘛毋是真好的替代方式。咱就爱想，他拄仔迄廖老师有提到挪威的杀人狂的问题，伊判21年嘛，对不对？因为伊嘛挪威都无死刑啊，伊上悬就是判21年。哦，咱有期徒刑最多合并就30年啊，因个愈加，伊一半会来申请假释，所以讲伊2年前已经有提，伊这个过程，伊来去告挪威政府违反人权，讲伊把他一个人独居不能让他跟别人接触，这违反人道，伊去告甲欧洲人权法院呢，
吼，伊20年前有申请假释无过啦，吼，好无管话，伊20米伊较少年嘛，20米出来还好嘛，可能50岁，万一啊，危险性较遮悬，伊看伊那就。你啊，他都要主持人讲，他讲法官有大家讲，不知悔改，从重量刑，对不对？这当然嘛是唔对呀。毋过伊有可能安尼的时阵，若讲拢无改要安怎？所以讲伫咧欧洲啦，吼，包括德国啊，拢有因为一种保安式的监禁，都有点仔成功咱咧强制性交性侵害完无？伊服刑了，伊若再犯风险很高，咱即马都有一个刑后强制治疗，哦是针对。这个精神疾病，过去是有上限，哦，有上限，这个强制疗无上限，监护处分有上限，基本上拢改做无上限，无天花板啊，哦，等于咱一年每年评估，伊若有再犯风险，咱都一直落去，吼，即种话你讲甲终身刑有啥物差别？讲当然你若拢无放伊出来是无差别，毋过有差别啊。我咧认为讲吼，伫咧19世纪啊，吼，咱咧犯罪咧教材就犯罪，古典学派到实证学派新派，吼，拢不啰嗦。伊的观点啦，就是讲吼，伊到底是犯人还是病人？病人。所以讲，若讲采取欧洲国家的想法，就认为讲，你罪大恶极嘛，共款，你就是病人，我会使你服完刑了，好，你有担风险，好，我就甲你一直矫治，因为无天花板嘛，吼，不过这无天花板是不是会甲终身刑共款？这个另外一个是不是违宪的问题？来，廖老师。拄我大家拢讲迄个报应甲贺主的作用啦，吼，我大家报告，即摆全世界照 Amnesty International 的国际特赦组织的统计，即摆可能全世界敢有20几个国家咧执行死刑个尔，对哇？意思讲其他国家170个国家，可能是全部无死刑，一半，也是讲平常时无死刑，战争时有死刑，也是讲伊有死刑的规定，毋过无咧执行，像咱安尼拖安尼。我甲大家斗想一下，这100几个国家是免去达成讲恁讲的迄个报应，还是讲贺主的效用？伊就无嘛，吼。所以我感觉这个会使帮助咱思考啦。我直直咧提醒大家，讲全世界即摆100几个国家拢无死刑啊，吼。老师，伊免生活，对，伊免生活。咱拄讲要报应，要贺主，伊免贺主，就无死刑。社会嘛是法度，佮维持一个平稳的社会嘛，是，对哇。老师，这贾老师伊咧讲在法庭上讨论的概念应该登记到责任非难以设计主体，甲危险源隔离，甲刑法本质，甲宪法的秩序脉络不符合，这你当用白话字甲咱讲者，这是什么意思？吴老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看他讲要讲起来哦，咱我爱开一个系列，专门来讲这啦吼。伊这简单来讲，就是讲吼，咱伫个就死刑这个问题，杀人啦吼，咱用杀人就好啊吼。第一个咱考虑是讲伊有责任，伊有证据讲伊杀人无？吼，这个讲起来讲什么三阶论去啊？我简单讲。伊有杀人无？这是呢证据的问题。好，第二个，伊若有杀人，过来呢，就是讲，有啥物理，有啥物正当化的理由？比方说，我是正当防卫，安尼我会使自确掉。我就免罚。下级。若无吼，咱我嘛无正当防卫情形，来到第三阶，咱个有责性。这是即马大部分会讨论到伫遮吼，就是讲吼，咱就讲较白，就是讲，我若讲有精神疾病。我知影讲我这个行为是唔对的。我还是讲我唔知影讲，我都控制我家己的要杀人的这个欲望。安尼，咱爱安怎看待？爱判伊无罪还是有罪？吼，这就是讲一个有罪无罪这个层次。有罪无罪这个层次对卡到，即摆大部分国民法官常常碰到这个问题。老师，但是伊这写的是讲违反这个危险源甲隔离啊，有诶终身呢，有诶规气甲青山硬掉。这是后壁段我甲讲头前咧罪责，这是头前呀。个后壁段。这无讲袂完。所以讲我讲吼，要用台语讲法律有困难。你看，这个用中文写出来的法律，咱都看不我会当读啊，但是法律读无。你用台语个愈困难吼。好，我试看，若讲假设有罪话，有罪话，好。你摆就是讲，咱讲量刑，咱即摆量刑要考虑什么？
要考虑什么？啊，就是拄啊，大家拢有讲到啊，什么英报啊、一般预防啊、有相当无相当对？啊，即马这较麻烦，头前吼，你有做这样代志无？这会使提证据。啊，毋过你讲，咱讲白话，讲什么？大家判决讲可教化对毋对？啊，可教化要安怎评估？啊，尤其是咧判死刑，他拄啊吼，主持人讲咧，公正公安毋是讲情节重大啊系啊，啊，什么叫做情节重大？尤其是即马。公平法官参与审判，拢爱判遮多啊！啊，迄要咱衡量好啊，咱今年，我嘛旧年嘛有来恁这个节目讲到啊，咱司法院啊有一个量刑，他主要毋是讲自意，讲啊要判死啊，判死拢判我下，大家就讲哇，你遮大，啊，所以讲伊就用一个量刑的系统，啊，即嘛搁用今年2月开始，用 AI 去生成，伊就试图这样，啊，毋过这搁一个问题啊。你即马这个量刑的问题，你做较较精细，啊，你根据的是为倒来的？过去的判决啊，过去的判决样本数够不够大？这一个问题。第二个，过去的判决，大家咧量刑的时阵，每一个法官都安尼做仔细去衡量咱57条迄10款的因素吗？过去拢有吗？所以讲，因为 AI 是从过去的大的数据去抓来嘛，抓一个正常值嘛，中间值安尼嘛，啊，所以讲有法度无？这可能拢是一个问题。所以讲，伊讲的大概就这个意思啊。简单来讲，就是讲，咱即马确实啦，包括司法嘛，咧认真做工要有量刑安怎？莫遐质疑啦。啊，但是我还问嘛，都是讲 AI 来做嘛 ，AI 即马毋知镜头到 ，AI 又来做判决，啊，伊敢有真正敢有比人较高？是。但律师吼，我要甲你请教就是讲，因为你平常时就要出法庭啊，创啥做辩护啊，被害者的这个心态吼，除了这个应报的这个心态以外，伊就知影讲，我甲过去我嘛，你头下承认，你头下讲啊，讲这个互判死刑，我都无从说补偿，安怎就无到都补偿。那么，这个法律系统到底是要创啥物啊？啊，无通啊补偿，啊，干那甲判刑，啊，对着一般人的意义是啥物？这可能问甲足大的啦，但是讲啊是无鱼虾嘛好的这个意思吗？啊，到底咱应该安怎来看这个量刑的系统？讲伊就甲你抬吊伤，伊就判10年啊，会使，你就原谅伊啦。袂使你就爱甲抬死。这当有通啊？敢若你个抬8刀，你10年，抬100刀，你就20年，安尼，敢是安尼就去算的吗？毋是哦，伫法院吼，伊要伫审判的时阵吼，是足严谨的，毋是讲人去买菜共款啊，5刀5年安尼。毋是安尼哦。对，我意思就是讲，读到罪大恶极来死刑。这个罪大恶极，这到底一般的这实务上，恁拢安怎来判断讲？这可能这案我袂当接，这文书的安怎都安怎安尼？应该是讲吼，伫这个案件内底吼，是爱去看这个行为人，伊。当初是为虾米要做这样代志？伊是毋是主观？伊的主观的恶性是足大的，足恶质的，是安尼来判断。伊是毋是伫迄行为当下，伊的精神状态是毋是正常？所以若是一个人就讲对，就是我就是要抬伊，安尼就是罪大恶极嘛。该看伊是。我会使解说啊，伊无得控制家己要杀人的迄个欲望啊。伊就表达出变做这个模样，所以大家这个律师人讲对啊，伊就是无得控制伊家己啊，伊就是安尼的人啊，所以就要去精神鉴定。我控制这个能力，再无责任，我唔使解读讲，就无责任能力啊。有可能有精神疾病啊，造成啊，系啊。是啊，这个罪大恶极，这毋是就真歹认定吗？在这个情形之下。对。在司法的实务上，其实在精神鉴定上是一个很难的。那所以
这我唔是咧教歹囡仔大细啦，吼，就每一个犯罪人还是你去到法庭内面，伊就安尼就好啊，伊就有啦。因为迄个公平甲政治国际关系讲迄个公约，咱甲国内化啦，吼。啊，伊咧讲迄讲真严重的犯罪，吼，照人权伊的迄个监督机关人权事务委员会伊的意见，就是讲假有一项故意杀人，这项啊尔。哦，所以讲咱即摆最高法院，咱国内个最高法院嘛，差不多照这个标准。所以讲，即摆无迄个讲你毒品的啦，毒品即摆未判死刑，加存这项，但是法律规定故意杀人，吼。啊，讲咱即摆的状况就是讲，虽然有真侪法律规定会使处死刑，啊，毋过最高法院即摆判决的状况是讲故意杀人有判死刑啊，其他拢无判死刑，吼。啊，这就影响到讲未来，若讲咱来迄个法庭做的决定结果是安怎？嘿啊，我感觉讲，伊若讲死刑是违宪的，当然就是拢改啦，包括法律嘛爱改啦。伊若讲死刑是无违宪的，我感觉爱维持讲公平甲政治公这个关约，伊公约伊这标准啦，无咱会违反的国际。